土饼子，我还别东西，我亲妹我来说呀，亲妹。我是叫本来，那天到唱的，我们可说本来的话，本来只是个鸡，我在挖苦大概是，刮个哇，南京嘛，对那个操了，南京嘛不，对那个菜很长，对那个操，对那个这么多年，我是牛是看，我第一句嘛才说呀。哎呀，我来说呀，这个是打土吧？打那个土饼子。那个刚才那个是抄底耕地了。那这个叫参观主的。哦，那个边边上刚刚开始了，就开始抄底，对那个抄。说个我一我呀。哦，本来个时候就是。大概是个五个多，往边上多。除了少少我们那都不晓得，都得干个人干的事都我是等咱们那圈的有2万只是那个，那那个是那个圈子的有2万那个钱，我连上那个2个字的。不是。那不然那个钱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你给我邮寄的。我一我呀。去摆家，阿姨去摆家，阿姨等2年我们就等年人看个计划个是几吹家，他来只是个鸡，然后等年你是人民党干铁不得去摆家，哎呀。